周安，所谓成长呢，就是让你一个人踉踉跄跄的受伤，跌跌撞撞的坚强。你除了坚强，别无选择。加油！钟柏同学，我麻烦你能不能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终于想通了？再优秀的人，也总有疏忽的时候。根本不是疏忽，是智商不够。喂，你怎么可以讲脏话呢？好歹我也是你的老师，好不好？你看看你，浑身上下没一点像老师了。那我拜托你，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怎么了？你把挑战书给了高三一班，叶玉虎他们也只能无奈的接受。比赛后半段，叶玉虎他们找了高三一班和谈，给了3000块钱。所以啊，高三一班上半场是球员，下半场是演员。叶玉虎他们赢了，你的钱大家就分了。我靠，你们这样也可以啊？这怎么不可以？有种！我是谁啊？我是 Super Teacher 兵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。这家伙智商是硬上的。